我们现在静心，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坚定来唱这首歌。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被世界中受伤的心。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做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直接接吗？我们那个间奏在那边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好了，再一次。那从那个第一次副歌完，因为刚刚好像有点怪。好，先关，好，先关。那我们从第一次副歌结束，间奏那边，就是就接间奏完，然后接副歌，对。是吧？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礼拜天的早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宣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拍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今天人比较少，我们一起大声的把它唱出来。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
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继续来拍手，继续来向耶和华来歌唱。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身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身颂。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我们一起向耶和华歌唱，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是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礼拜天的早晨可以来这边一起敬拜你。那我们现在也求你让我们一起安静心，用祷告的心一起坚定来唱这首歌。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
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的心，被世界用受伤的心，我们因为你的充满才能快乐。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的心可以安然的居住。主啊，求你现在安静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愿我们的心都预备好，成为你乐意居住的所在。这世界虽然充满变动，但我们知道你的宝座会永远的坚立。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真实经历安稳在主宝座上的平静还有力量。那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报告，请大家翻开周报内页第1点。那首先祝在场的母亲节快乐。然后青少契他们有准备手做的花，所以请在场的母亲先起立，然后我们请子爱
把手做的礼物交给现场的母亲。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那我们接着就看到第3点，是5月16号礼拜六下午1点半会召开小会，那下午3点会召开长执会，要请长执来留意参加。第4点，5月24号为圣灵降临节，将举行本年度第3次圣礼典。那请需要受洗兼信领设立会籍的弟兄姐妹来向牧师报名。那请大家来预备自己，心存敬畏与感恩，与主同坐席。那第5点就是报税季又来了。那114年度的奉献证明已经在月线柜或公布栏，请自行来拿取。那团契消息和奉献明细的部分，就请大家自行来参阅。那接着是奉献，我们请司线的同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的安排与创造，让我们身为儿女，学习依赖，学习在跌倒中站立。当我们在成长茁壮时，你也让我们学习肩负责任，领悟到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像你爱我们一样迫切。今天是母亲节，谢谢你成为我们信仰的母亲，无论得时或不得时，都做我们的最强后盾。在这里，我们也要献上一点金钱来回应你的恩典，也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诗篇132篇11到18节。好，我们看投影片。第11节，耶和华向大卫平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15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好，接着是正道。今天的主题是安稳在主的宝座，请知梅牧师。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许多人都知道，牧师在19年前，应该说18年多一点，哈，才带着才9个月大的子爱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如果说去耶路撒冷是一趟朝圣之旅，那趟朝圣之旅确实充满了盼望，不过也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因为呢，毕竟子爱还那么小，那个时候才9个月。从台北，我们先从台北出发到香港，台北飞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转机，在香港就
等了大概4个小时，然后再从香港飞到特拉维夫12个小时。那到了特拉维夫，再驱车，就是坐游览车一路坐到伯利恒，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中间呢，当然还包括除了坐飞机，然后转机，还有严格的通关检查。以色列他们的通关检查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谨。那第一天，光是第一天呢，我们从一大清早出门，到晚上到伯利恒的饭店就已经要准备睡觉了。好，就整整就花了18个小时。好，第一天的这样子的行程。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看新眼光读经进度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也就是朝圣之诗。整卷诗篇从120篇到134篇都是属于上行之诗。这些上行之诗，或者我们讲做朝圣之诗，是许多信仰上敬虔的人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向着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呢，所吟唱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面，如果我们有跟着新眼光读经进度，就会发现这些诗歌里面有欢喜，有哀伤，有盼望，也有忧愁。整个朝圣的旅程，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一路上的朝圣的旅程充满了盼望，但是也充满许多挑战，就跟人的一生一样，我们一生也是一趟朝圣的旅程。在牧师还没有信主，每次去庙里拜拜的时候啊，其实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讲，拜拜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也是朝圣之旅哦。但是之前像牧师去拜拜的时候，我们也有很盼望什么？可以抽到上签。可是我们也很紧张，也很担心什么？担心抽到下签。哇，抽到下签，那头就大了，好，就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每一次求神问卜，我们都充满盼望，但是也充满许多不确定。大家都想抽到好签啊，没有人想要抽到不好的签。好，那么当牧师受洗信主之后呢，我就开始反省。我过去在拜拜的时候，我自己一直以来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所盼望的到底又是什么呢？赚钱买房子。我想这是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有这样的盼望，信主的人也有这样子的盼望。好，那我们因为赚钱买房子，然后就可以有稳定的生活，这是大家都很希望的。然后呢，在那个时候牧师还求什么呢？就是能够不要被人看清的价值，就是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有价值吧，要被人看重吧。我会这样盼望，就代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被人看重。好，有这样的盼望，就代表我还没有嘛。好，那后来结婚生子生养孩子，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可是呢，却为了要在家族亲友当中，我的孩子不要一直被拿出来做比较，为了这件事情煞费苦心啊。其实许多生活当中的压力，确实可以激发我们不断向前啊。比如说赚钱买房子这件事情，激励我们工作更勤奋嘛。好。那要把孩子不要让人家轻看，就把孩子就是教养的呕心沥血这样子。确实这些盼望可以激励我们向前，但是没有一样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感。或许在某一个当下我们很满足很满意，哇，买房子了，哇，生小孩，我小孩子还蛮可爱的，好，头好壮壮，还不错。但是呢，好还要更好，多还要更多。就在我们不断追求这些的过程当中，所谓的满足感其实也是稍纵即逝。意思是，即使我们在某个当下有满足感，但是很快就会被现实淹没，很快这个满足感就被现实就是弄得就好像很快就蒸发掉了。如果我们所盼望的并不是真正的盼望哦，就是我们会像进入深山里面，进入山区我们很难定位。很多时候那个定位还是错误的定位，好，错误的定位，越是往深山走越难定位。可能起初我们以为那个方向是对的，因为那个游标嘛，不是那个定位点，好，有的时候他可能还跑不到我们真正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网路啊各种的关系。好，那他可能卡在某个地方，我们以为那是对的，我们就往那边走，走，怎么不是这里耶？然后他的那个定位点可能又会跑，然后又会跑出其他不同的条路。当
我们的盼望不是那么准确的时候，那个目标不是那么准确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山路里面乱窜，那个压力啊，就会开始一直维持在一个高点。好，那我们的目的地到底又在哪里呢？我们的方向又该往哪里去？我们所盼望的、所追求的又到底是什么？在今天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来，还记得吗？立安带的第一首诗歌。噔噔噔噔噔，歌词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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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来，忘了哈，这个音控不错哈。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啊，弟兄姐妹，这真的是我们所盼望的吗？当我们在宣告的时候，我们这一首诗歌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盼望？是我们真正想望的吗？同样是上行之诗的131篇，上行之诗嘛，从120到134，同样是上行之诗的这一个范围里面，131篇里面有一节他说：“我使我的心安稳平静，好像母亲怀中断奶的孩子。我的心在我里面，如同断过奶的孩子。”在诗篇131篇的这位诗人，他说他使他的心平静安稳，好像在母亲怀抱里断奶的孩子。有哺育过孩子的母亲都知道，心如啊，此于现在正在进行式当中。这个孩子如果没有满足，一个孩子能够，应该讲一个婴孩能够在母亲的怀抱里面安稳平静的躺卧，是代表什么？他的需要被满足了，但是他的需要如果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他能够很安稳的很平静安稳的躺吗？不会，他会一直扭动，甚至哭，然后呢，一直头一直转，就是要为了还要再找奶喝这样子。在还没有获得满足之前，是没有办法安稳躺卧的。那么这位诗人他说，他的心在他的里面如同断过奶的孩子，意思是这个婴孩已经断奶了，他已经从他的母亲从上帝那里获得充分的满足感。或许我们会主观的认定啊，这个写诗篇131篇的这位诗人啊，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安稳，或许是他的人生一帆风顺吧，有求必应。但是他其实很大的可能是他是有志难伸的。我明明这个人他就还不错，可是为什么做这个工作我就是不满意？我明明觉得在做这个工作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对的，才是正确的，可是呢，就是总是会撞墙，总是不如意，我总是没有办法把我想要的发挥出来，或者是我想要把我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的时候就被人打枪等等的。其实这个诗人他是有志难伸诶，就像今天接续着的诗篇，我们看了132篇，在132篇，我们从第11节看到第18节的前面1到10节我们没有看，但是132篇的前半段1到10节在回忆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在讲大卫啊，大卫他曾经为了上帝的约柜搞得人仰马翻啊。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大卫，大卫跟我们现在大家碰到的问题可能有一点雷同。这个约柜象征上帝的同在，大卫他曾经大发热心，要将被敌人掳去，就是漂流在外的约柜给他移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啊。但是呢，大卫在把约柜从外面迁回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诸事不顺啊，甚至有人因此而丧命。这一切表明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约柜、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跟咒诅从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在外面就不能祝福你们吗？可以啊，上帝的约柜不管在哪里，上帝都可以祝福啊。上帝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也不是可以被人控制的，好像你以为我要放在哪才是正确的位置。 No， 上帝要大卫明白，上帝有绝对至高的主权，不是你以为好就是好，也不是以为你认为是对就非得如此去做。上帝要大卫学习放下，
好，除了约柜这个事件，在这首诗篇132篇的前面也有提到，大卫他想要替上帝建造圣殿。大卫可想替上帝建造圣殿，然后呢？为什么？因为当时周遭的列国，他们拜他们神明的时候，也为他们的神明建造庙宇啊。像台湾啊，台湾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就是在地的人，我们台湾当地的人，希望他们这个地区可以得到神明的祝福跟保守，所以在这边就 keep 在盖庙，然后供奉神明这样子。大卫觉得，这样子好像真的不错呢，好像应该也这样，所以大卫呢就想有的学嘛，好就想学外邦列国那样子，可以盖个圣殿，然后呢让上帝住在这个圣殿里面，进一步呢可以祝福他的国，祝福他的家，这样子，所以他满脑子都是建造圣殿的蓝图跟规划。他无法平静安稳，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样建造圣殿。后来呢，就连上帝都看不下去了。上帝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一件事：不好意思，大卫，上帝不要你为他建造圣殿，至少不是你在位的时候。这样的旨意在人来看，在当时的大卫他们来看是匪夷所思啊。但是既然上帝发话，大卫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想要，他不再那么执着，因为在之前的约柜这个事件，大卫学到了放下。当大卫放下自以为好，却不是上帝计划中的这个愿景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得到了真正的平静安稳，因为他所盼望的，他所仰望的，始终是上帝本身，而不是这个事件。不是某一些事件，而是上帝本身。他不是选择性的仰望上帝，他是绝对的，始终他都是这样子。大卫坚定的相信，只要他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上帝就赐福他的国，保守他的子子孙孙都能安稳的坐在君王的宝座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宝座是上帝所赐给的宝座，代表是大卫的政权可以世世代代和平移转，他的后裔这个政权可以世世代代的和平移转。13、14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或许你们会想说，牧师，你刚刚不是说，其实这个约柜啊，也不一定要迁回耶路撒冷啊，至少上帝好像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么打算，然后也没有要大卫在这边在耶路撒冷建个圣殿。那现在耶和华又拣选了锡安，那这是在上帝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呢？好，上帝是至高全能的上帝，但是他也是怜悯人的上帝啊。他怜悯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总是在追求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有所掌握的事情。于是因为大卫嘛，放下虽放下，但是心里还难免会有一些遗憾，有志难伸啊！我这些东西，我的国力现在正强啊，我的能力现在正大，我的各种关系通路我都有，就差那么临门一脚，上帝不给踢，好吧？我放下了，我不盖了，我不盖圣殿了。那这个还是有遗憾嘛，有遗憾。那上帝呢就怜悯他，上帝呢他也愿意成全大卫的，要让大卫的心让他安心，就说上帝就回应大卫说：“我愿意将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即便我现在没有要你帮我盖圣殿。”就好像如果说还未信主的人，好像没有一个庙在这边，就是感觉怪怪的或者是有家里有拜一些神行猪白可能这个土地公啊，这个祖先啊，没有安奉在家里啊，好像我这个家就不安稳啊等等的。
不是那个人的软弱嘛。好，上帝说，即便没有这些东西，我也愿意拣选将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我会永远与锡安同在。跟约柜到底有没有运回锡安、运回耶路撒冷没有关系，跟有没有盖圣殿也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上帝说，我会永远与锡安同在，永远赐福这地。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在旧约我们很清楚，在旧约时代是约柜的所在，是圣殿的所在，象征上帝的同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在新约呢，在新约时代，这个锡安象征的什么？锡安象征着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啊，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每一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的新生命。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成为圣灵的居所。我们不管到哪里，只要我们的心里有上帝，只要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上帝，圣灵都与我们同在。因为当我们的盼望在于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忽略圣灵的声音，我们就不会把圣灵赶走。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确实他本来应该有圣灵，可是他如果应着景象，他如果真的应着景象的时候，好像所罗门最后圣灵就离开他了。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被洗净，我们得以成为圣灵的居所。15到18节有怎么样的好处呢？上帝要怎么样祝福我们呢？15到18节，我们请音控来放一下下一页。那个音控不见了。好，OK， 好，谢谢。好，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15到18节，请。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好，问题来了，这边有一些重复的字，有看到吗？重复的字，来，我要，好，我要就是上帝要使其中的贫穷的人饱得食物，上帝要使祭司披上救恩的外袍，上帝要使大卫的脚在那里发生茁壮，上帝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跟未信主的人一样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追求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上帝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得以被洗净，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是常常会被我们忽略。他为我们披上救恩的外袍，他也赐给我们这群基督徒有属天的智慧，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在我们一生朝圣的旅程，即使我们因为一时不察迷失了方向，只要我们所仰望的、所盼望的始终是耶和华，所盼望的都不是我们眼前这一些事情，不是这个世界的事情，只要我们所盼望的确实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最终我们就必能抵达目的，安稳的坐在主的宝座。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安稳，要在主里面平静安稳，我们要必须放手嘛。好，大家都应该都还蛮清楚的。但是在放手之前要怎么样？要先把手松开啊！松开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耶。待会牧师讲个例子，我们要松开。我们要松开，然后放下那些不是在上帝的时间里面要成就，却是自己一直执着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执着啊，
非往这里走不可，然后被撞得头破血流也不肯回头。其实很多时候，上帝已经透过圣灵、透过环境、透过各样的情境，让我们知道该转弯了，你该换个目标了，或者是你要继续坚持下去。该怎么走？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心在主里面安静等候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在放开那一些的时候，我们先把手松开，不要再紧紧抓住那一些无法让自己获得满足的焦虑啊！你要知道，你的盼望，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好，就算你得到了，你真的有满足吗？那个可以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吗？我们要在主耶稣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自以为是。大卫他也是，虽然他做的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上帝的角度，你也是自寻烦恼、自以为是啊！我没有要你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你约柜这样搬的，我也不是要你在这个时候盖圣殿。你以为这样好，但是上帝不认为这样好。我们要承认，我们因为无法专心仰望他，聆听他的话语，理解他的明白，了解上帝的明白，以至于我们常常思虑繁杂。所以我们要将紧握的手先松开，才有办法交托啊，才有办法放下。好，牧师要举个例子哦，因为最近那个小宝，我们家的小宝，好，我们最近建成有4宝嘛，哈，大宝、二宝、3宝、4宝，4宝就小宝，啊，小宝就是牧师的孙子这样。给小宝洗澡的时候，给小婴儿洗澡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澡盆里，他的手、他的拳头一定是握得很紧的。给他放下去的时候，因为水飘来飘去嘛，他一开始他就握得很紧。他整个洗澡的过程，这个手呢几乎是捏着不放的。但是手心要不要洗？手心要洗啊，他捏着不放怎么办？怎么办？外面这样洗一洗就好了吗？如果只是外面洗一洗的话，你洗完澡你去闻，它还是有那种臭生逼啦，就汗臭味啦。啊，怎么办？怎么洗？你要用你的手，把他的手从大拇哥手，把他的手给他戳进去，把他的手指撑开啊。他可能一次你撑开一只就洗一只，撑开2只就洗2只，撑开3只就洗3只，就一只一只撑开。你要一只一只撑开，把它弄开，你才能洗干净啊。有那么1、2次，很偶尔才会发生这件事情。这个小宝呢，他自己手就松开了，但是他不是一直都松开，就是可能就是松开这么2、3秒吧，好，松开一下，哇，抓到机会，赶快洗哦，趁这个时候赶快洗，然后手指头要搓干净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是要让上帝用强烈的方式给我们那个手给他掰开来吗？告诫我们我们是要用上帝用这么强烈的方式来洗净我们吗？就像他在约柜的事件提醒大卫，你这样子不对哦，你没有照我的方式来搬运约柜，你照你以为好的方式搬运约柜，因此有人丧命。这是上帝用非常强烈的方式来提醒大卫。还是我们希望上帝能够用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啊，不要这么让我这么痛，好，让我稍微好像先知拿单去提醒大卫如何，这个圣殿上帝没有让你去建造等等之类的，好。然后呢，上帝这样子借着先知拿单提醒大卫，然后呢，大卫就愿意很快就把手松开，好，愿意放下，愿意把他的那些自己心里想了满脑子的计划给放下。要把想了满脑子的计划放下不容易耶，就好像我们好像打了一大串的论文，或者是一整篇的那个什么工作报告，或者是实验计划，然后呢，你的老师或叫你的主管全部重写，你这个就给全部删掉，真的傻眼呢。要放下那些你曾经研究过的那些数据，你放得下吗？难啊！
非常的难，要放下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松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好，那问题就来了，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常常跟未信主的人一样，常常会追求我们想要掌握的是工作、事业，想要抓住的是家庭，抓住的是感情，抓住的是人际关系，各种的资源，我们想抓住的这些东西，然后成就我们脑袋里面想要成就的。我们常常也在追求这些东西。当然，上帝也让我们有机会去追求，只是那个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啊，那个只是个过程。真正的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享受真正的平静安稳。如果我们在追求这些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平静安稳，那你在追求的过程，你就可能哪里出错了，你就可能是哪里出错了。我们要赶快放下那个执着，好好在主里面反省，然后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放下那些伤痛。可能在追求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被击打过的痛，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可以放下那些愤恨，放下那些愤怒、气愤。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可以放下那些失望，因为这些东西都会一直不断纠缠我们。我们甚至可以放下不必要的执着，你有必要这么执着在这个东西吗？然后我们并且可以在圣灵的叹息中，我们倒空垃圾啊，我们把我们的垃圾清空，得到一个安稳喘息的所在。今天是母亲节，母亲对于一家人的生活其实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天父上帝在表面上天父嘛，好像是上帝父亲的形象，但是他也有母亲的形象。他像母亲无条件的供应我们，让我们得以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里面平静安稳。我们应该都要断奶了，我们不应该再吃零奶了，我们都应该要吃干粮了。如果我们还未断奶的孩子，我们就会一直浑身不舒服啊，一直得不到满足。我们可以在一时之间，刚才有讲到，可能突然迷失了，突然落入罪里了，可能不舒服，那我们要赶快再回到我们父上帝的里面，在他里面要像断过奶的孩子那样平静安稳。请问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是否平静安稳呢？如果我想我们在座看一眼望去，哦，好，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或者你如果已经受洗了，那刚才牧师也讲了这么多了。好，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如果你也羡慕这样子的平静安稳，不要再看世上的东西，定睛在耶稣基督。定睛在耶稣基督，来信耶稣，让圣灵充满你，让圣灵安慰你，让圣灵保守你，上帝就必会在让你安稳的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安然居住。其实这是上帝应许要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如果你还觉得不那么的平静安稳，感谢主，主从来没有放弃，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抬头，他就在我们里面。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
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不放弃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很执着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放松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保抱我们，就安慰我们，就不断对我们说话。主，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即便那最微小我们还无法察觉的罪，主你都赦免。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里面，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主你就恢复我们，主你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求主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安慰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礼拜的最后，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唱这首喜乐的歌。在牵我，是被掳
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不免惊，总会惊，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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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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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不免惊，嘿，走回惊，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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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